来到 Go Go 公哈发，我是一杰，我是敏华。今天元宵节啊，好热闹哦！元宵节呢，我最喜欢参加的就是苗栗的崩龙活动了，热闹又很刺激。崩龙呢，其实是苗栗啊舞龙的仪式之一哦。说到了舞龙，就是娘龙，娘龙就是舞龙。传说中呢，它能带来祥瑞之气，也能够呢许给民众平安吉祥、五谷丰收的祝福。而你刚刚提到的呢，崩龙呢，它其实要用大量的鞭炮去炸舞龙，同样也是要取它去邪去凶、迎新年的寓意。我们刚刚提到的放鞭炮就是大字抛，大字抛就是放鞭炮了。其实呢，在元宵节当天哦，全台湾各地都是有舞龙的仪式的，但是就只有苗栗呢发展出了炸龙的习俗哦。而提到了元宵节，就是长捏班。长捏班就是元宵节的意思哦。那么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，就是元宵节有舞龙表演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长捏班有娘龙，长捏班有娘龙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给大家一块来看看热热闹闹的崩龙。这花灯好应景哦，猴年来一张吧。没问题。你看。还不错吧？真的耶！长捏班就是要看花灯，那边还有好多，我们快去看。这里的花灯好漂亮，好应景。对啊，我觉得长捏班的时候啊，全台湾都好热闹哦。而且晚上还可以去看娘龙哦。说到娘龙啊，我前几天呢去苗栗参加崩龙的活动，超有趣的。崩龙就是用大量的大字抛去炸龙那样子。对呀，而且崩龙啊可以说是苗栗独有的客家文化活动哦。明年的长捏班除了花灯之外啊，连崩龙都不能错过。明年啊，我们一起去苗栗用大字抛来炸龙。好啊！敏华，那个崩龙真的好刺激，好热闹。用大字抛炸龙啊，真的超有趣的。真的，所以赶紧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你的客家话哦。首先帮你复习的是，想要看到热闹又刺激的崩龙，得要在长捏班的时候才看得到。长捏班就是元宵节了，而刚刚提到的崩龙呢，它其实就是舞龙的仪式之一哦。舞龙就是娘龙，娘龙就是舞龙哦。那么和崩龙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不过呢，它必须要用大量的鞭炮去炸舞龙。而刚刚提到的放鞭炮就是大字抛，大字抛就是放鞭炮的，没错。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这句话就是元宵节有舞龙表演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长捏班有娘龙。长捏班有娘龙。今天 Go Go 公哈发呢，就带你一块来度过热闹的元宵节了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